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收睇阿 May 嘅地產頻道。今期嘅影片呢唔係好長，但係非常之有用，關乎你未來嘅買樓計劃。認真聽落去，對你會有幫助。今期呢就開啟我哋嘅避免中伏系列啦。因為呢一排嘅話呢，我都收到好幾個中伏嘅香港街坊私信我，叫我出翻個影片，等街坊落去買嘢嗰時候呢，唔好再中伏啦。阿 May 做房地產行業呢已經有8年幾啦，都接觸過各種類型嘅房產，都對呢一個行業嘅話呢係知根知底嘅。今日呢，我哋就嚟講一講當下房地產市場有邊幾種資產呢係唔可以掂嘅。第一類呢，就係旅遊地產啦。有幾多人呢唔係因為一時嘅衝動而造成終身嘅後悔呢？旅遊地產嘅核心在於新鮮感。旅遊地產大多數呢都係荒山野嶺或者係海邊，都係遠離市區嘅。咁佢周邊呢冇大型嘅商場啦，冇大型嘅超市，更加冇完善嘅醫療配套。地產商攞地呢都係幾千畝或者幾萬畝嘅，咁攞10年8年都根本呢係賣唔晒。你想賣根本就冇市場去變現啊！咁本地人呢就唔埋單啦，二手交易上呢基本上係為零。對於二手交易市場上面呢基本上係零嘅。咁對於養老醫療呢先係第一位。醫療就好似車入邊嘅滅火器，佢可以唔用，但係用嘅時候呢一定要有啊！養老千祈唔好掂呢一種旅遊嘅房產啊！中意青山綠水，中意一望無際嘅大海，唔一定係非要買嘅。依家呢到處都係度假勝地，就算你每年去租個酒店住翻1個月都唔使幾多錢啦。所以香港嘅街坊考慮旅遊房產嘅話呢，一定要慎重，避免中伏啊！第二類呢，就係小產權樓啦。小產權嘅買賣係唔受法律保護嘅喎。小產權只可以響本村內部流動，唔可以賣俾本村以外嘅人。咁呢一個知識點嘅話呢，相信好多本地人或者係香港嘅街坊都係唔多清楚㗎。咁購買小產權有以下嘅風險，一個呢就係合同無效風險，第二個呢就係無法辦理房產證，第三個就係存在一房多賣嘅風險，第四個質量難以保證啊！佢冇正規嘅物業管理，居住體驗呢係非常之差嘅，唔係拆遷補償問題，係涉嫌違法建設，咁可能無法呢徵用或者係徵收。有好多人買咗小產權嘅樓係因為佢平啊！咁如果平都係算一個優勢嘅話呢，咁呢一個呢就係小產權唯一嘅優勢啦。第三個呢就係商鋪啦，唔好諗住一鋪養3代，而家呢係一鋪永流傳，祖孫3代代代相傳下，咁想賣出去呢係非常之難嘅。依家電商嘅衝擊、消費習慣嘅改變，零售行業存活率已經係唔足50%啦。咁先嚟睇一下實體店而家已經變成咩樣啦？空置率非常之高。咁你可以行響街邊或者一啲旺街都好，佢個鋪位空置率一樣係非常之高嘅。咁投資回報率呢係低。電商網購對傳統嘅商鋪衝擊係非常之大㗎。而家一鋪毀3代啊！目前嘅行情呢係買咗商鋪肯定會賴響自己手入邊，即使你租得出去，都係雞碎咁多租金。咁租金呢都趕唔上銀行嘅利息。就算開發商承諾買鋪反租，咁一樣係羊毛出在羊身上。咁如果真係好租嘅話呢，開發商又點會捨得攞出嚟賣呢？依家買商鋪，佢唔係話買磚頭，佢買嘅一定係地段、業態、運營3大保障。而家嘅商鋪呢，唔好過度希望佢回報率有幾多高，咁你要同時做埋長線收租嘅準備。短期拋售嘅話呢，升值基本上係唔使點諗噶啦。咁第四個呢，就係老破大啦，千祈唔好掂啊呢一類。雖然老破大嘅話呢係老城區入邊，但係而家呢仲係好吃香。普遍嚟講，呢一種產品呢，亦係老城區會比較多。但係呢一啲呢都係屬於開放式嘅社區，佢唔係封閉式管理，而且周邊嘅配套呢確實比較便利。咁各位街坊就會問啦，點解咁嘅老破大你唔建議買？咁其實講白咗呢，就係一方面係我哋國家而家嘅政策，佢係唔需要大拆大建，
咁另外一個方面嘅話咧，佢係拆唔起啊，因為而家國家咧，佢市中心嘅地皮貴，開發商如果係拆遷嘅話咧，佢係冇咁多賠償俾拆遷戶嘅。咁老破大嘅內部設施咧係比較差，而且大部分咧都係步梯為主。最主要嘅話咧係隨着房齡嘅增加，會越嚟越唔保值。老破大買翻嚟過渡一下咧，我覺得問題係唔大嘅。但係你係話諗住長期買翻嚟退休居住嘅話咧，各位街坊一定要避免呢一個伏啊！我一定要喺呢一度話俾大家知，雖然表面上咧你睇落去呢一啲產品，佢係喺市中心入邊好方便，但係老破大後期嘅問題多到你唔信啊！譬如管道老化啦、結構主體嘅問題啦、外牆破裂，以後可能會有高額嘅維護成本啊！二手嘅流動性咧係非常之差嘅，轉手困難。最後啦，講咗老破大咁多嘅問題，如果你都係要買嘅，我都冇辦法。咁可能你就要做下一個豬仔啦。好啦，以上4種資產，大家真係千祈唔好掂啊！分享一下我從事8年嘅地產行業心得。咁各位街坊，其實今時咧唔同往日啊，以前咧有樓代表有錢，而家有樓充其量代表係你有住嘅地方。以前買樓升值係必然嘅，但係而家嘅話咧個時勢係過咗啦。其實我想話俾大家知，而家係將錢變成樓係非常之容易嘅，但係咧你想將樓變成錢係非常之難。我自己做呢一行好清楚。咁有啲二手樓咧掛牌1年咧都冇人問，咁有啲咧甚至掛牌2、3年，亦係蝕錢都賣唔出。所以唔係每一間屋都具備一個流通性，只有優質嘅地段、教育資源、好醫療，先有一個比較好嘅流通性。如果你買錯樓嘅代價係非常之高㗎，有啲板塊嘅投資價值已經唔大。買樓呢一件事咧係大部分人心目中嘅一個投資係資產。咁對再後尾嘅話咧，你要回歸到二手嘅流通性，呢個咧亦係我上個視頻係有提到過嘅。好嘅資產日後咧冇驚冇人要，而一啲不良嘅資產咧日後就係請神用送啊！以上咧屬於我個人見解。如果你覺得有用嘅話咧，可以俾個 like 阿 May；如果覺得冇用嘅話咧，都俾個 like 阿 May 啦。畢竟咧都講咗好幾分鐘啦。希望大家咧睇完呢一片嘅話咧，覺得有用嘅話咧，有收嘅話咧，可以打出支持2個字。多謝晒各位街坊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